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嘅愉悅語言 （pleasure languages）。你知道自己係屬於邊一種嗎？有人重視皮膚嘅接觸同埋溫度，擁抱、撫摸，讓人感覺到安全同埋親密。有啲人因為一句溫柔嘅說話、一聲鼓勵或者好奇嘅提問而心動，言語就係佢哋愉悅嘅密碼。有啲人嘅愉悅係嚟自彼此間冇需要言語嘅氛圍，嗰啲係一種微妙嘅能量流動。節奏同埋流動非常之重要，每一個動作、呼吸都要啱啱好，讓身體自然咁樣回應。揾到你心中嘅愉悅語言 （pleasure language） 嗎？讓親密關係更加深刻。歡迎留言分享你嘅語言係邊一種。